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Chan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柏傲莊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 Michael Chan。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有鞋櫃。廚房係 U 型設計，非常好用，有雪櫃、焗爐、蒸汽焗爐。有3個爐頭，亦有煎 pan、抽油煙機同埋儲物櫃。工人房有窗，係明廁，亦係洗衣房，有洗衣乾衣機。飯廳擺到8至10人飯台。亦有雪櫃、咖啡機同埋酒櫃。客廳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放梳化啦。呢邊係客廁，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主人房右手邊特設衣櫃位，左手邊放咗床，可以3邊落床，對住係望到成個城門河嘅河景，亦望到遠處嘅馬鞍山。主人套廁有雙洗手盆，企光亦係明廁，亦有浴缸，亦係可以望到成個城門河，可以一邊浸浴一邊欣賞個景觀啦。客廳嘅景觀亦非常壯麗，望到成個城門河，直至遠處嘅馬鞍山。客廳亦有呢個平台。第一個房間放完床之外，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亦係望到成個城門河同埋遠處嘅馬鞍山。第二個房間亦都係望到成個城門河同埋遠處嘅馬鞍山。另一個房間嘅儲物室，呢邊可以做個衣櫃，呢個放到個雙人床，有作平台，可以做啲曬房嘅工作，望到成個城門河同埋遠處嘅馬鞍山。單位內置樓梯直至天台，天台上邊非常闊落。有270度景觀，望到獅子山，一路橫過去，去到馬鞍山，望到成個城門河嘅河景，亦望到針山，景觀非常開闊。